位，當我哋見到呢個世界好紛亂，好多戰爭嘅發生，天災嘅出現，有唔少人我哋嘅心裏邊係好擔憂、好惶恐、好不安。喺呢個時候，乜嘢係我哋嘅出路呢？我哋知道我哋可以仰望掌管萬有嘅上帝，因為上帝嘅福音呢，就係能夠拯救一切相信嘅人，能夠改變我哋嘅生命，能夠呢轉化我哋嘅人生。所以我哋願意呢喺呢一刻裏邊呢，能夠將福音去傳開。感謝神，2027年將會有一個全港嘅佈道大會。大家想知道呢個嘅內容係點樣嘅呢？喺呢處我呼籲大家出席5月28號下晝嘅3點半喺永光堂，我哋將會有2027香港佈道大會嘅啟動禮。到時候大家可以聆聽到培靈嘅信息，亦都知道大會嘅6位嘅講員，亦都知道整個嘅佈道事工嘅計劃。所以大家為呢件事祈禱，多謝大家。